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啥人来慰问？恐惊咱的情像无形啊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再提杯啊！提杯啊！二头呀，这泡茶真香嘞，阿文安怎？袂歹。阿文赞哦。赞乌龙茶。罢啦。嘿嘿嘿。听听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有牙床来放屁。日头呀，这泡茶吼，后分赞，搁来一杯。要搁。做好。赞哦。会哈。会哈。这高山吼。哦，这是算紧啊，算两。我感觉这泡茶吼，是咱大游湾的好茶。这泡茶哟，日头，咱是钓狗哟。啊，你好意请我啉茶，是惊啥？你莫甲我哥哥甜啊！你娘嘞，我甜你要死哦！我是要甲你问代志。日头呀，我是讲吼，日头呀，莫惊啦！我是要甲你问，啊，你讲一包尾仔长着的时阵，你毋是讲我介绍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熊，什么牛？啊，对，什么椒牛？你个椒牛啊嘞？你唔是啊？我知影，我唔是，我是讲你在讲你嘞。唔是了啊！就阿西燕酸，算了哦，水某，怪我作水，算了，你离队，算了，我要做你，算了。日头！哎呦！我甲你讲，囡仔人哦，有耳无喙。家中袂放屁。玉兰，你喺套早店，你喺房间创啥？连一杯果水通你啉过无？老爷，歹势啦，我唔知影你早起来，我即摆随来传。免啦！你啊强，你啊会记得咧？我是用钱给你买，我爱安怎就安怎。你放手啦，你安尼我就疼。听，我就是爱你听。你干那甲我拼听，出来拢袂晓。讲什么笑话？自己无知影，我怪我的身躯顶。哎呦，月色茫茫啊，有那无我手搭细囝哦，心焦做爱。
安怎爬你路？哪会这呢薄？阴阳客界哦，无奈何啊！可恨阿姐，啊你真敢做，罪恶圆满哦，是咱多爱。天理照将总会报，今斗啊劝伊就免烦恼。天有目睭也毋是无，莫去哭啊啦！你安尼哭吼，若阿邦会吵起来，连我嘛困袂去呢。你想卖，我伫社做生理，暗时开照顾恁母仔囝。真歹势，我实在是无法度你，我的囝才5岁，伊即马应该是爸母疼惜的时阵，若莫互人害，伊就免流落来做孤野鬼。就是讲阮大人有啥物温柔，有啥物毋对，故事应该是做大人，囡仔是无辜的。是讲，我食到遮尔大后，我看阮阿娘上好哭。啊，你打算比阮娘看偌济呢？歹势啊！看你哭吼，唉，我就想阮阿娘，较早伊嘛常常咧哭，因为阮厝里遐散食，拢是甲哭讲无法度替我娶某。阮阿娘就找阮阿爹，找伊还是有这命，无互过啥物好日子。也不过吼，大家过年过节，伊拢会传一寡银纸，传一寡香甲拜。我常常咧想。阮阿娘咧练阮阿爹的时阵，应该就是伊上较思念阮阿爹的时阵。是讲吼，除了阮阿娘以外吼，我毋捌甲查某囡仔讲遮济话。啊，若查某朋友吼，你算第一个咧。你应该搁较想袂到的，就是讲。你第一个捌的查某囡仔，竟然会是鬼！不要紧啦，鬼哪要紧？等我把你当做鬼啊！你是安怎？是毋是感冒？未感冒。自从迄一天吼，迄个毋知影查甫毋知查某迄落嘛无，骹摸一下，哦，我鼻仔变安尼。听到的，足歹势，拢是我毋好害你。袂要紧，小拄会着的啦。伊连花也拄着吼，我只木倒转来。毋通安尼想。毋知迄个查某囡仔，即摆应该是伫倒？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黄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
大爷，你是？刚大爷唔走滴了。老爷无伫咧，无方便老人客。一个工仔木客，佫真会享受，连内面的使用人也请遐尼啊水。我唔是人客，我叫周阿师，我是江大爷真好的朋友。请问夫人走伫咧无？夫人，无关系，要无这个物件，这麻烦你替我甲伊收起来。哎，袂用的啦，我免收你的物件。这是我的意思，你甲伊收起。哎，袂用的，袂用，我免收啦。你免客气。袂用的啦。来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袂用的。来，收起来。我有甲伊讲过，我免收伊的物件，也毋过这位大爷伊。来，遐坐。阿师啊，你要来，你嘛先甲我通知者，我会当踮咧厝等你啊。无啦，也著因为啊，我身躯边遮都有这杭州的事业部，所以我赶紧送来遮要有大嫂做见面礼。我有讲过，我免收，也毋过。啰嗦啊！紧去泡2杯仔茶啦。是。这位是大嫂。唉，庄卡人唔捌见过场面啊。免来，大嫂真有气质。阿师啊，你到底是要创啥物？是安尼啦，因为我赌场要开幕，所以我今仔专工来要请你来去做我的特别贵宾。唉，免啦，我都唔捌跋筊咧。要跋唔跋这是无关系，只要讲这朱罗关有一代大地主会当来甲我参加，我就感觉真有面子。换你啊！我。好来。哦，咿呀哟。唔是摇这啦。啊，无要摇啥啦？摇我啊。哈？摇你？对啊。安怎摇？就像我昨天摇安尼啊，紧来啊。唉，摇哟。咿呀摇咧摇，我毋是咧甲你摇。拍较轻的啦。安尼哦，好啦，足烦的啰嗦啊！哎呀，都讲摇。哦，真忝呢。啊，咿呀摇，安怎摇？摇大家放桥啦。啊，咿呀摇，我咧摇大家放桥。啊个红姑娘小小，猪脚双并了。迄落。
娘，你从即摆开始，每一工拢爱摇我困哦。哎呦！哦，我错，我要摇就是摇，脚头要断摇，叫我逐工甲你摇，你慢慢爱糟蹋人。哎呦！我做阿娘做较忝哦。嘿，阿娘，歹势啦。人讲做猪就食喷，做马就带孙。啊，你做阮阿娘，你若无摇我困，你猪仔义准呢？我就有遐义准的。哦，叫我安尼甲你摇，会拜托的吼。我这阿娘做啊无遐无一招，莫安尼甲我落吼。哦，规暗那么嗨，甲安尼摇，安尼摇。阿娘，我先唱着安姑甲猪脚，我巴肚嘛都枵的呢。嘴热水嘛，咁要流出来，对不对？摇几囡仔，爱食囡仔干嘛？来啊，摕买一粒仔好菇的哦，快点转来哦。咱明仔载爱搁赶早路，要来去自罗山。你唔通爱说我唔知人转来嘿。我马上就转来哦。你命较好，做啊这个无影无食的老母，搁着讲摇，我着爱学点仔念迄无字曲啊，啊，真忝真忝，哦哇塞！迄落我咧，迄落摇啊摇，啥物我搁软烧烧。小肉粽，阿婆的小肉粽。阿姐，我阿娘呢？阿娘去恁阿姐忙到看看。小肉粽。阿姐，我要食小肉粽。即嘛来啦，阿一点就好，卖吵。有啥地好食的小肉粽？小肉粽，阿婆的小肉粽。有啥地好食的小肉粽？小肉粽。遐尔晏，我看即马大家嘛拢困去啊。无剩几粒，几支哦，紧白紧来转来困。我忝死。肉粽，小肉。马头树，听你讲，拿头子啊，时常伫咧拿头树骹出现。哎呦喂呀！我阿伯我母啊，我哪会走来遮？我看，还是紧刷有较好。惊死！卖肉粽的。我要买肉粽啦，我嘛要买肉粽。好啦好啦，我无代无志走用食出来。紧啦！好啦，我知。啊，剩无几粒哦。哎呦，剩3粒尔。知拢好啊，袂用的啦。若3个拢互伊，我要食啥物？先叫伊开始课班。我先叫伊呢，毋过我要买2粒。袂用啦，我1粒，我阿娘1粒，还佫我1粒，我会使照顾。摕来。我加过，你要来无？我要。你哪个过？你哪个过？我能照做因教。你计较了。好啦，莫哭吼！你钱先靠我啦，我要转来困啦吼。好嘛，莫好啦，查甫囡仔遐尔爱好，采去啦。头家这钱互你，我先要转啊吼。好，多谢。钱互你。好，多谢。囡仔，我即摆咧收起来咧。
啊，你若穿这束衫出来，你是咧搬戏哦？这束衫是旁伊小互我的。倒位找解脱秘远。风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啊，你若穿这束衫出来，你是咧搬戏哦？这束衫是旁伊小互我的。小互你的哦，人家人胡别乱讲，做互你穿的，知无？哦。仙女啊，歹势啦，我拄仔咱咧小味者吼，囡仔两个走伫倒去啊，我嘛有咧注意咧。仙女啊，等你去出来一分嘛，好无？不要紧啦，今仔较爱耍，我等看卖啦。唉，实在吼，走去倒呢。娘，你看巴掌。唉，乖，阿公啊，你是愈来愈无乖哦。你看你，阿娘当行山骹，你都还袂走，你敢知影？阿娘我担心咧。你哦，若叫迄个西公掠去，安尼要安怎？就是安尼讲嘛，你这死囡仔某吼，你死倒去啦！你若娘互你到要死，你知无？歹势啦，我一直讲死你，唉。你看，你一个人出去，不只是阿娘足担心，你还见到一个烦恼到规暗拢无困，去，你甲见到一个会死的。好啦，阿姐，是的啦，我有被美人诅咒啦。你哦，后摆较乖的，知无？阿姐，这个巴掌互你，我甲阿娘讲过食滴啊。免啦，你食好，还是袂枵吼。食啦。无就无替我甲迄个查某囡仔抢，哦，足无简单，才不要两个呢。阿芳啊，你讲啥？你哪个查某囡仔抢？倒一个查某囡仔？就是甲阿娘生做足共款，迄个哎呀是区美的查某囡仔。你若较早讲咧，迄个查某囡仔住伫倒位？这查囡仔实在真伶俐，安尼透早一四季就变甲清气淡淡，拢唔免我操心。唉，这个若要讲会当永远住喺阮兜，甲阮阿婆啊吼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昨暝阮碰的，半暝后才倒转来，我想讲是生理歹，嘿。啊，这钱袋啊都有钱呢。哪豆叶？翠欣啊，咱若无代无志将哪豆叶放踮咧钱袋仔底。跋倒要安怎？去，好，来。阿婆，你涂骹有水淋我，你行去遐。嘿哦，万一若跋倒你就阴命飞天，有好爱在，对。我无讲哦，是你家己讲的哦。我就是上介意你安尼无心机，一条肠啊烫尻川。一条肠啊烫尻川。就是安尼哦，不怪哦，我较会遮尔爱走便所。阿婆，你是咧笑啥啦？无啦，无啦。啊对啦，微芳的啊，
昨暗阿鹏会转来时阵，你敢困啊？我袂困的啊，是我甲阿鹏会开门哦。啊，伊敢有甲你讲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？奇奇怪怪的代志，遐尼暗嘛，迄时阵，阿伯，当你是想去倒位去啦？虽然讲是3更半暝，孤男寡女，遐毋过咱阿鹏的伊是一个正人君子呢，而且我比芳的嘛是一个真节的女，你哪有可能啊？但你是听对倒位去啦？我即马是咧问你讲，阿鹏的敢有甲平常时无共款，还是讲安尼雄雄公公，啊讲一寡遐的有诶无诶？阿婆，你是讲阿婆？原来你是咧问这哦，害我想起啊去。无啦，阿婆伊足正常诶。有啊。有啊。阿婆，你起来啊？哦，你两个吼，亲像少话通讲啊，啊，直直去吼，拢去袂煞。啊，有话讲敢毋好是？毋是啊，母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咱自强美芳吼来咱厝里帮忙了吼，你看，变嫂隔遐尼清气，美芳，甲你多谢吼。你妈安尼讲啦，恁会当互我住伫咧遮吼，我着足感激恁诶。我准袂用大只白食白大，嘛是工课爱做啊。袂啦袂啦，反正吼，甲你足多谢的啦。恁开讲啦，我外口的工课还未做完，我搁来做吼。恁开讲嘿。哦。芳的啊，钱地啊，哦。后摆肉粽若卖无完无要紧，毋通甲半暝后才转来。母啊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来要说明一下啦。对啊，母啊，你这么讲到这吼，我才想起来，昨暗的时阵吼，有两个囡仔吼，烧手要买我的肉粽哦。两个囡仔。足奇怪啊！但毋过哦，也无发生啥物代志啊。反正母啊，你毋是甲我讲过讲，人吼莫做亏心事吼，3更半暝吼，人咧乱门，人免惊，对无吼？母啊，母啊，你坐吼，我来说明啦，吼。 3更半暝两个囡仔，敢会是歹物啊？秀线吼，期待生日会，来哦，我玲珑袂走势哦，来啊来啊，人家看来看卖吼。日头要落山，啊，拢无人来交关，实在是哦。阿姐，我今日出来了，我要出来了。好啦好啦，来来来。 呀，哎，安尼较轻松咯。今日生理较歹吼，啊无我来甲你斗卖啦。阿姐，我也甲你斗卖。好，唔通哦，啊，恁那是要卖亏心？今日甲你讲过。哎，我实在足含慢，卖啦，我意思讲吼，恁那共惊着啦。对啦，一般人要来看会着阮，还是你离阮较低，阮搬囝你毋才看会着。好好好好。 你放心啦，我袂搞怪啦。来来来哦，用我的泡粉年纪吼，你会水干那西施，袂走势哦，我玲珑袂走势哦。我玲珑袂走势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远。为何这呢酸？为何这呢长？我玲珑袂走势哦。我玲珑袂走势。搞囡仔，你话较大声，人嘛听袂着。阿鹏啊，安尼啊，敢是叫你点点？嘿，乖吼，来袂走势哦，用我的胭脂水拢水的哦，水的哦，生理做袂完，赶紧来哦。 哦，水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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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水来啦！
有行李箱子啊嘞，来，我抓你起来。来，哎呦，50岁哦，牡丹大酒家，金牛啊，这酒家呢？你也做啥物家？咱咱是要入去做生意啊，你也毋是要入去做人客。啊是讲，听讲迄内底走人拢就，你也插入去啥物走啦？即摆我看，毋是因的营业时间，啊你入去做生意，对啦，嘛会当先煞探听看有周阿西的消息无？啊对，好啦。就是啊，你嘛较紧的，你先说啥？好啦，水来啊，好啦，啊无，咱来吼。阿姐，我入酒家。啊，大囡仔咧，你要到去酒家哦？真牛啊，安尼敢好？我看袂要紧啦，我这细汉啊，也捌一个啥，回入去好啦。安尼哦，那去别再吵哦，好，乖哈，好来。你哪就来啊啦？我要买胭脂，对买水粉，我要买做迄个头章啊。啊，搁有啥？我准备拢要买。哎，来啊，啊，拍手，你大家过。哎，来，哥，你过来。好，我话我的胭脂泡粉，啥物货拢有啦。来。哦，这台我咱要不对啊。来，哥，你看好，这里胭脂啦吼，啊手线啦，项有啦。你徛伫遐吼，阮拍三回，边仔去啦。好。水的。你爱看清楚哦，我等一下吼，把迄个乌狗鞭哦，当作是死马啦。哎，姑娘啊，我无卖迄落物件啦。哎呦，我拄无看清楚咧。哎呦，原来你现在这年头啊！来，我找你来。哎，姑娘慢，来，讲话就讲啦，阿莫你卡来手来啦。走起，你进来啦！哦，这里面够水的啊。还有带哦。在这里。懂吗？我就甲你讲吼，莫入来食。哪里来就来啊，嘛是为着要加做一寡生意。是吗？对，我时间问啊，问看伊知影周阿西的消息无？那毋过，咦？这是啥物？这无要卖啦。哟，你紧张啥？啊，这是恁某的新珠牌啊！你要卖我？我才无爱买呢。金斗的，你是咧讲啥啦？啊，我毋是叫你讲，你落来去问周阿西的消息，紧问啦。咱去看，咱去看好，咱再来看新的物件啊！卖手机，卖台手机啊！好啦。这个问题吼，恁这附近有一个做周阿西人住喺遮无？哦，你讲迄个周阿西哦，哦，伊较早先前来啦，要毋过吼，最近拢无来啊呢。系啊，缘投的，你找伊是要创啥？哈？伊变了恁阿姊，还是恁妹妹啦？啊，恁到底知影伊是毋是住喺这附近啦？哎呀，这我哪知影啦？伊啊，也是阮客兄啦。好啦，手点吼。哪袂对呢？我爱卖啦，今仔要休困啦，我爱卖啊。我卖你入来是创啥？当作咱是小的哦。我听嘛，今仔我要做生意啊，要来走。哎呀，你莫去啦，你莫去啦。哎呦，吼，这好啦，你这身，哎，这天啦，我物件卖我卖了，安怎啦？哎呦，叫哪？无你手提啥？好。哦，想要穿这大仔布，穿水水，去诱惑该做人错。无啦，恁爸也煞毋知影你心内咧想啥。迄是伊家己起来，也毋是我去甲起的。你早就想要讨客啊？对。无啦，你毋通我白想啦。我白想。你敢讲我白想？好啊，
我看你今仔日是陪你酒。卖啦！你干啥就是？你过来！互你回来是互周大爷面子，互你装水水是互恁家面子啊！不准你离开我身躯一步，听到无？也有，不准甲查甫人后面讲话，知无？继续。行了。来，你下来一下，就好了啊。哦，是啊，恭喜哦，恭喜恭喜！欢迎欢迎，来，客气客气，谢谢。刚才啊，想袂到讲大嫂今仔看起来特别较水呢。哎，恁这队哦，实在有人会欣赏。欣赏哦，哪有啥物好欣赏？一个敢若曾家爽呢，啊鞋若穿的哦，啊唔知要安怎行路，伊就袂晓了。哇！阿四啊，你确实是无简单，你知？规个猪肉馆遮有头有面的，哦，拢有你请来啊呢。唔啦，安尼讲，唔啦讲。我今仔有即款来成就啊，原在是饭工大爷你的福气。哎，哪里？要不咱去顶馆吃？好。吃。恁娘嘞！啊，你是创啥你啊？你创啥你啊？啊！恁家第一步歹叫，无哪有可能互我连输8道？啊，你讲这个什么笑话你啊？是安怎是？你就是这个头家周阿师吼。恁家步歹叫，今仔日爱互我一个公道。咱这一段，你讲我这个所在步歹叫，你敢有什么证？恁爸讲有就有啦。啊，你讲这什么笑话你啊？对诶。不管是安怎，今仔日我的赌注是无保利钱。假使讲这位大爷博了，若是无爽，我就无我给你赔。你今仔是输偌济钱？无加无减，拢总20两。我150年我嘛袂甲你减，是叫摕20两还。讲道，周老板有欺骗。你若莫乌白想得，祝你大赚钱。安尼我就无客气啊。无啥物代志，大家耍一个欢喜，来，大家遐坐。20两哦，阿四啊，你一个开喙就20两，安尼你免哪会赚钱啊？江大爷，免哪要紧啦，啊只要大家若安尼生活欢喜，啥物代志拢无要紧嘛，哈。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这比较较差，有人去顶关车。啊，来，干杯啊！哎，请。燕嫂了。来呀，什么代志啊？燕嫂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是江大爷，是我常常伫咧甲你提起，伊也真照顾，你也叫江大哥，以后要好好交代。好。迄边迄位是江大嫂。大嫂，想袂到周大爷有一位遮尔水，搁遮尔啊大方的家后啊！这是你伫咧保证。遐坐。你两位请坐一下吼。江大爷，江大嫂，以后若是无去阳，希望你会较少来这所在坐。啊，会咯。江大爷，这罐吼是用特别山千年的什么王进的什么酒，哦，若是60岁人啉落去吼，会产出一杯换零的，试看卖哈。有遮尔猛哦！当然的，真猛啦。就是安尼吼，这款酒阮某拢嘛唱调调，我惊我甲赶去啉咧。就对，我你身体遐有用，哪有你啉咯？我心也煞无去。来，吃饭来，离开你咯。哦。汤哦。开始香。哎呦！哇，赞啊！开始赞啊！哦，江大爷，你人猛呢，啊啉酒嘛猛。哦，我看吼，迄江大嫂吼，一定会真幸福啊。
啊，这哪就阮讲，江大爷甲江大嫂两人本来就足幸福嘛。江大嫂，歹势，形容煞袂记，请问你方名是？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江大嫂，歹势，形容煞袂记，请问你方名是？我本姓李，名叫玉兰，恁就叫我名就好啊。李玉兰，这名真好听，确实真好听。袂歹袂歹。啊，你唔紧坐咧，搁伫咧看啥啦？放开啊！哇，他拄安尼啉一杯落，啊，规巴肚安尼呛呛滚啦！敢若是安尼哦，小等吼，你就知。安尼啊？我斟一杯互你安尼啊？哎，无啦，啊，酒啉，脚嘛是爱拔，但是讲若无气炎，无咱来算一下账好。唔爱啦，周大哥，你都知影我改叫啊？家己的人也毋是外人，算一遍哪有啥物关系啦？要不安尼啦，江大爷，你做你博，若输的你唔免开出来，赢你尽量甲我掠回去。啊，安尼刚好。你要创？你要创啥啊？你拄仔在内底讲啥话你啊？你爸也是甲咱讲出实情，你有人你创敢跋歹脚，敢唔对呀？啊，你加身拍！利用咧传酒菜时哦，先来消遣一下啊。大嫂，来啊，做伙来算者，四卡口而已啦。我袂晓算啦。既然来啊，算者嘛。来，我教你，真简单来。也因煞啦会唱歌会听，心机互人哦无怀疑啊的，阿是啊干向你，我来用价值，袂输看梦哦。买你啊鱼啊的，也木客啊小贪无写事，亲像古代去食着你，玉兰啊生水，搁下人意，阿是啊嘛想要久久甜，大脚两人路，在变把戏，满天过海是上喜剧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远，倒位找解脱边？